对不起。你放开我！不放。放开我！我不放。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除了会说对不起，你还会说什么呀？原谅我好不好？不好。我真的会改。不稀罕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放了我吧。我不会再放开你了。不用。你要是困，就回客房睡吧。阿姨不是说等下就回来了吗？我等她回来，我回学校睡。她1个小时前就这么说。韦晓，我被反锁在展厅里边了，钥匙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你过来给我开下呗。小璐，我来了，你别怕啊。